牛叉牛叉牛叉，做伙拍棚仔，牛叉牛叉牛叉，牛叉牛叉牛叉，做伙拍棚仔，牛叉牛叉牛叉。正面的牛叉，倒面的牛叉，头前的牛叉，后壁的牛叉。你敢食饱？你敢食饱？你要食啥？你敢食饱？你要食啥？你敢食饱？你要食啥？霸王母被踢了，准备。再手倒手头霸王，再手倒手头霸王，再手倒手头霸王，再手倒手头霸王。真欢喜。这手倒手吹老王，这手倒手吹老王，这手倒手吹老王，这手倒手吹老王。真欢喜。这手倒手是老王，这手倒手是老王，这手倒手是老王，这手倒手是老王。真欢喜，食肉丸，食甲真欢喜。鞋仔拢咧，帽仔伫咧，外套满咧，歹影歹咧，白骨炸咧，点心串咧，要去倒去倒位，是要安怎去？坐公车坐稳，也是要步冷去？要去倒去倒位，是要安怎去？坐火车坐大船，也是要赛车去？要来去坐火轮机。回零丁，回零丁。
好这样。哦，来哦，来一放鸡吼，咱摕3粒哦，来一放鸡哦，啊2放鸭，另外1粒哦，3分龟哦，啊4小鸭，啊5大虾哦，6拍手哦，啊7螃蟹哦，啊8毛鱼啊，啊9鱿鱼哦，再加叫起来哦。大档哦，过来，行过来。别动。高雄，过来。来啦！加鸡。好，等下到厝啊！哦，过关，啊，先等伊啦。啊，一道放1粒吼，等起哩，放1粒叫放鸡。哦，啊，搁等起哩，搁等1粒叫放鸭。哦，啊3改分开，啊4搁改小拍。哦，啊5大鲜拍手螃蟹，黄片啊、牛片啊，啊加改扣起来，扣起来。哦，啊但是你爱用等的，啊拄是 slow motion。哦，即马要开始原来速度啊来，来一放鸡，来，来，一放鸡，哦，啊2放鸭，哦3分开4小打，5大鲜6拍手7螃蟹8黄片9九片，哦10个扣起来。哦，你当我 slow motion 先来。歹势，我想要搁录一遍，我想要我无录成功。哦哦。你帮我点嘞。来。哦，来哦。哦，咱摕3粒，吼，3粒沙包，吼，来，啊一放鸡就是该等1粒起哩，啊放1粒，吼，这叫一放鸡，吼，啊2放鸭搁等起，搁放的，吼，啊甲接起来，吼放鸭，哦，啊3该分开，吼接起来，啊4该小塔，吼，啊5大鲜，啊怪拍手，怪螃蟹，啊怪蒙片啊，怪蒙鱼啊，啊怪啊无牛鱼啊，啊怪该扣起来，哦，来，来，爱是做一道来，哦，来，一放鸡，哦，啊2放鸭，哦3分开4小打，哦，
啊五大兴、六拍手、七芳西，啊地蒙皮、九口鱼，啊十家捡起来。对，来。来，感谢。一次一个而已，一次一个，一次一个，一次一个。我咧直播啊！啊搞对，啊搞是阮台语台的主持人哦，今仔甲伊做伙去出外景哦。来，今仔日咧啊搞放
这吼，这资料拢有上网，拢有伫网络顶悬，吼，伫咱遮，嘿嘿。另外一张，另外一张。你好，你敢有咧无闲？哦，无啊。我咧直播啊，我想讲请你帮我介绍一下。好啊，好啊。这小宝歌就是亲像迄个咱古早人啊，男女啦，男女对唱啦，迄个小宝啊，互相咧唱的时阵啊，可能就唱一寡甲景有关系，甲情嘛有关系，嘿啊。算较单纯说爱的。哎，对啦，讲较歹听一寡，就是迄个查某可能要拍七啊，我知，因为我原住民的嘛有安尼。啊，对，迄客人啊，客家语嘛有迄个山歌啊，迄同款的意思。系啊，亲像这两支甘蔗边边长，要食老汉较有汤。老汉意思就是讲，迄个甘蔗一摘甲一摘中啊，麻的所在，迄较有汤，较有汤水。啊，两个小姐边边远，两个小姐边边可能就是熟悉物小姐拢差不多拢有感情先。一个有心较久长，伊想一个这小姐爱有心啦，才会迄感情才会久长啦。嘿啊，就是可能头前两句可能是甲景较有关。下面两句可能就是甲情啦，一寡谈恋爱啊，可能有诶较艰苦诶，就是写过日子诶代志啊。头前两个是情景下骹两个是情较侪。好，嘿啊，好，多谢你。喂，你拢伫咧倒位讨园吗？讨园嘛有啦，但是即摆因为金城老师是拢走迄个山顶北部山顶，所以可能是有咧板地种地的所在，亲像较有即种。较有即种，因为较迄个板地的时阵较会使唱啦。嘿啊。亲像石灯啦，边仔帽啦，青耳仔可能较少，青耳仔嘛有啦，就是较山区的所在。伊这甲客家的迄种山歌，足像的，迄同一个院校，同一个但是可能了后，迄客人的山歌可能较我迄个，算讲是绝句迄款的较像。但是这较单纯就是四句拢爱押韵啦。嘿啊，可能靠迄客人的迄个山歌，可能是较我了后就是，伊可能了后就是较我迄个绝句，可能是第三句。因为伊上尾拢是这音。但是嘛是正字啦，嘛是有调，嘛是会当唱。嘿啊，甘愿的啦。客人咧客家语嘛是咧挽伊嘛有种地嘛，挽地也是种田的，水果迄种的，可能嘛会唱。嘿啊。好，了解。好，多谢你。好，我好。
上好食的水果是红色的，细细粒仔的，你敢知影是哪一种？倒一项？细细粒仔红色的，足甜的，大项才有诶。台语叶面。木杯，嘿，什么色？柑仔色。这。你真正去溪边溪，对咱去几罐的。我是用即侪刷去豆豆个。哦，你会使搞有迄个皮仔材质的，皮仔成分的，扣几罐，来当来送。安尼就免去买啊。就送哦。免去买，去海边仔走一个去海边仔洗安尼。你看，有诶石头真正甘甜甘足多吼，去袂起来咯。所以咱无代无志，会使去外口摕去石去饲，系啊，毋过爱细腻啦，嘛是会吸到皮